Hello， 歡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啊！又係我浩南哥啊！唔知道係咪因為美國嘅關係呢？最近呢幾個月呢，大家都不停俾 UFO 呢個題材包圍喺身邊，不論係講香港情懷嘅再見 UFO 啦，定係史提芬史匹堡嘅大作揭密日呢，好多都攞 UFO 嚟做主題，但係無可否認 UFO 呢個題材基本上喺近呢10年裏邊都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題材嚟嘅，所以呢，今日同大家睇嘅呢，都係一套用 UFO 嚟做主題嘅一套電影。我自己覺得佢係近排嘅香港影壇之中嘅一顆震撼彈。冇錯啦，今次就係同大家睇嘅就係 UFO 離奇命案。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翻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 再撳埋個 subscribe。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噶啦，唔使屌噶。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 最怕你係一個鳩 upper 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噶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我知道咧好多觀眾咧喺最初嘅時候咧都會將 UFO 離奇命案同埋再見 UFO 咧撈亂嘅。但係睇過咧就知道啦，兩套根本係兩個唔同風格嘅電影嚟嘅。UFO 離奇命案呢一套係由郭家熙、李鎮傑聯合編導嘅黑色幽默懸疑喜劇，佢只係單用有300萬港幣嘅 budget， 同埋只係4個場景喺山上面拍咗10幾日就完成咗呢一套電影啦。但就係喺呢啲咁緊絀嘅 budget 同埋場景之下咧，呢一套電影喺各個影展大放異彩。並且入圍多項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佢唔單止證明咗低成本製作，亦都可以擁有頂尖嘅敘事魅力，更加被好多香港嘅影迷譽以為借齋嘅價錢燒鵝味道嘅誠意之作。咁我哋今日就睇下呢一套嘅燒鵝味道嘅 UFO 離奇命案係咩嘅一套電影啦。UFO 離奇命案嘅故事係講述25年前3名小學生喺東頭山玩嘅時候，其中一個人豪仔離奇失蹤。我哋而家喺東頭山嘅現場，警方派出超過60個警員，搜索近24個鐘頭，仍然未揾到失蹤細路鄧志豪嘅下落。25年後，網紅情侶由凌文龍飾演嘅馬澤恒同埋楊思穎飾演嘅劉佩文，為咗流量，揾嚟由陳湛文飾演嘅金子才假扮當年嘅失蹤者，重返東頭山，打算整蠱女朋友。邊個豪仔啊？咩外星人捉咗嗰個豪仔？我俾個外星人捉咗，原來。但冇諗過呢場預謀好嘅騙局就弄假成真，演變成一宗真正嘅命案。喺呢25年嚟，坊間不斷傳出有唔同版本嘅故事。總之而家就係你殺咗人，你係殺人兇手咯。隨住神棍由黃德斌飾演嘅星塵大師嘅介入，我哋地球人係咪咁容易屈服嘅？夠膽你又上嚟星塵往事，講清楚！神秘勒索人嘅威脅，甚至連外星人元素都參滲其中。見到啊，小夫人，各位觀眾，睇嚟外星人想同我哋溝通。你當係朋友咋？人哋可能當你柒頭。事件迅速走向失控，而當年嗰宗懸案嘅真相亦都喺呢一刻漸漸浮出水面。唔好咁灰，話唔定今日外星人會放翻豪仔落嚟咧。基本上 UFO 離奇命案主要嘅演員只係得5位嘅啫，
包括係飾演網紅情侶嘅小龍同埋 Rancy 啦，仲有 Peter 陳湛文同埋林子傑同埋黃德斌啦。而 Peter 陳湛文飾演嘅金志才作為全片嘅靈魂人物呢， Peter 展現咗極高嘅專業同埋幽默感。佢喺戲入邊為咗藝術犧牲色相，而且極具喜感嘅演出，基本上係整套電影嘅核心之處。我俾個外星人捉咗，原來做兄弟嘅，你結婚我一定到。幾多做白金啊？所以入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絕對係實至名歸。而 Rancy 楊思穎同埋小龍凌文龍喺電影入邊飾演網紅情侶，佢哋將當代社群媒體生態之下為咗流量而顯出嘅貪婪同埋迷失詮釋得十分之到位。總之而家就係你殺人兇手咯！你條死八婆啊！咩你哋我哋啊？而家大家都喺呢件事裏邊㗎，你估係好撚似你啊？我一齊諗個辦法啦，好唔好啊？而由黃德斌飾演嘅星塵大師，飾演網台直播主嘅佢，將嗰種神棍嘅狡猾同埋迷信氛圍掌控得恰到好處。神秘嘅事件降臨喺佢哋身上。我哋地球人係咪咁容易屈服嘅？夠膽你又上嚟星塵往事，講清楚！同主角團隊嘅互動充滿咗非常之大嘅張力，簡直拍得住前排黎耀祥嘅裝一神啊！如果我話俾你知，我係親耳聽見金志賢同我講。而當然啦，UFO 離奇命案最大嘅亮點就係劇本，編劇團隊郭家熙、李振傑、何少康同埋蔡家恒展現咗極高嘅調度能力。喺有限嘅場景裏邊，利用倒敘、插敘同埋多視覺疊加，將一單簡單嘅整蠱變命案故事編織成層層剝開嘅洋葱式謎團。電影節奏非常之快，每一次反轉扭橋都極具邏輯，而且前後呼應，做到咗真正嘅言之有物，難怪可以橫掃各類最佳編劇嘅獎項。而我最欣賞 UFO 離奇命案嘅其中一個點呢，就係呢一套電影喺極低嘅成本限制之下，憑住出色嘅劇本邏輯同埋敘事節奏，創造出極佳嘅娛樂效果。我真係好耐冇聽過成個戲院嘅觀眾都會一齊大笑，而且佢嘅黑色幽默非常之到位，對香港都市文化、網紅現象同埋社會迷信嘅嘲諷精進，而且非常之幽默。同時劇本完成度非常之高，劇情嘅反轉唔會流於混亂，喺黑色幽默同埋懸疑驚慄之間揾到咗一個微妙嘅平衡。但可能對於一部分睇住呢個 UFO 離奇命案呢個電影名入去為咗睇正統科幻同埋外星人嘅元素觀眾嚟講呢，電影嘅重心其實在於喺社會嘅荒謬同埋人性。UFO 只係一個引子，可能令到期待科幻大場面嘅觀眾感到落差，而有啲資深嘅影迷可能亦都會喺觀影過程之中呢，聯想到一啲黑色喜劇或者類似屍殺片場式嘅敘事結構嘅電影。喺創新性上雖然已經夠出色，但係難免會有人將佢同其他作品嚟做比較。總結嚟講， UFO 離奇命案係一部充滿港式靈活性嘅作品，佢唔追求大製作嘅宏大場面，佢只係專注將一個故事講得精彩、幽默而且瘋狂。呢一套戲唔單止係一場感官娛樂，更加係對當下社會生態嘅一場荒謬解構，絕對值得你買飛入戲院支持呢一套嘅 UFO 離奇命案。因為呢套嘅電影喺呈現荒謬感嘅同時，亦都保留咗香港獨有嘅本土味。所以你對呢一種融合咗都市傳說同埋黑色幽默嘅題材感唔感到興趣呢？如果你感興趣嘅話，記得入場支持呢一套嘅 UFO 離奇命案啦。好啦，呢一條片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今次 UFO 離奇命案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邊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而截至到今日2026年7月19號，UFO 離奇命案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咧都唔差過，不過好似我高少少，係有。以我所知咧 ，UFO 離奇命案咧好叻啊，啲票房越嚟越好啊！嚟到上映嘅第3週，仲有好多嘅戲院都仲上緊，而且口碑係越嚟越好。好多朋友都話覺得係一套好驚喜、睇得好開心嘅一套戲。咁啊，如果暑假裏邊你又未想睇大製作奧德賽嘅時候呢，又想輕輕鬆鬆睇一套戲，不妨入場睇下呢一套嘅 UFO 離奇命案啦，應該都會令到你好開心入戲院，好開心咁離開戲院嘅。
好啦，咁我哋不如下套電影再見咯喎，拜拜。